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1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为了表扬对防疫工作有重大贡献的人员，今年特别将表扬大会刷到台南举行，由署长周志浩亲身颁发奖牌，予天高的防治有功的团体甲人员，感谢因对防疫工作努力的付出。卫生福利部每一档拢会举办防疫绩优表扬，今年更加第一届将大会移师到台南市举行，希望借此激励防疫人员的士气。也因为去年天高的疫情严重，今年也将全民防疫、同心守护定为主题。就走到台南市，那最严重的北区跟中西区，我不是挑大马路啊，大马路当然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就走到小巷子，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非常的干净。有没有水桶？有，但是倒得非常的干净，也颠倒放过来放干。我不相信啊，我再走到更小的巷子里头去找，还是找不到。我真的非常，那一刻我好感动，好感动。我就觉得说，要结合以前在讲，要结合政府，结合民间，大家一起来做，多么不容易。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说，那时候感觉到了台南是个有希望的一个城市，台湾是个有希望的国家。市长也在颁奖典礼上向来受奖的单位推荐掌文人这项 APP， 表示现代防疫工作要配合大数据分析，才会当更加有效控制疫情。用科技化的防疫来协助我们。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可能各位里长去年大家都很辛苦，那今年我跟大家报告，就成大的这个科技化的技术进来之后，让我们知道哪一个地方是热区，哪一个地方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然后呢，我们防疫工作，好比说卫生局、环保局跟各位里长辛苦一遍之后，有没有效？很大的数据可以跟让我们讲，我们可以把有效的人力物力，然后放在那个热区里面。市长也呼吁市民爱将清除自生源变成习惯，就亲像讲到中秋节都爱吃月饼，元宵节爱吃圆仔同款自然。每一当进入到5月份的时阵，都爱开始清除厝内外积水的容器，互防疫不只是公部门的工作。互全民拢会当动起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在地纺织企业甲旗下购物中心落实回馈乡亲的理念，特别关注监视器，互附近的动公里，加上原本的20支动公里的监视器提升到72支。下晡的启动典礼也来了真侪里民做伙见证。画面当中，侪个监视器画面，就是现在东公里的社区监视网。东公里里长柯文玲为了提高里内的安全，降低犯罪率，积极争取安装监视器。伫台南纺织公司甲南纺购物中心的关注之下，总算完成了东公里的治安监视网。加上原本警察局的20支监视器，现在里内总共有72支，并且伫21号下晡正式启动。东区区长以及议员詹顺良，阁有侪里民拢到现场做伙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用钱，到了，好，谢谢啊。监视主机，你要摆设在人家家里。电要用它，而且要让我们电脑分享。当时刚开始真的很困难，但是我们都一一把它突破了。里民也都很乐意的帮忙，所以说才能造成这次我们监视网的连线。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忙的话，电脑分享没有办法把这监视网连线起来。所以说是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我也希望说我们东岸做个示范里，让每个里跟进。像这种模式让我们台南市的治安交通更加的好，更加的安全。
我想我们南纺购物中心在这边成立啊，那我们也尽一些社会责任，然后做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社区也需要这个监视器，那我们讲说啊，就应该建立监视器，让它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治安无死角的地方啊，也成为我们台南市治安无死角的一个模范里啊，能够抛砖引玉，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然后来赞同这个举动。会中也颁发感谢状，表达里面对企业的感谢。副理长也表示，希望通过这挂感谢旗，将东公里打造成为全国第一个治安无死角的示范里。咱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警察工作的危险性真高，尤其是拄到枪战的时阵，往往无到1秒钟的时间，就会当决定生死。一位警察的阿姊因为烦恼小弟执勤的时阵会发生危险，所以研发出会当伫枪套内面上膛的装置。目前已经申请专利，希望会当保障警察同仁的安全。3、2，为分挂画面上会当看出倒边有佩戴枪套上膛装置，明显比正边需要用手拉上膛的速度应要1秒左右。但千万唔通小看真1秒钟的时间，因为如果发生警匪枪战，往往只需要无到1秒的时间，就会当决定生死。身为警察惯熟的庄秀珠，就因为烦恼小弟执勤的时阵，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伫多年前就有了研发的想法，一直到1年前开始动手试做，最后成功研发出这个装置。因为我们家里唯一的弟弟也是警察。所以有关于警匪枪战的新闻，我们都会比较特别去留意和关心。那然后再加上常听弟弟在讲述说，这个外勤执勤时、枪战时的危险，所以才会有这个想法的产生。当然，这个枪套我们也比较乐意想跟警政署配合，保障外勤员警的生命安全，也是我们当初设计的理念。安南区海南派出所所长郑世雄虽然低调表示无愿意接受访问，但看到阿姊为了保障警察同仁执勤的安全所研发的枪套，眼中充满感动甲骄傲。目前这套装置已经成功的申请专利，未来若是会当成为警察固定的配备，将会大大提升环境执勤时阵的安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创作才子唐明良推出新专辑《上赞》，内面有真侪伊家己所编曲写词的创作。新专辑的10首歌，每一首背后拢有伊的故事，而且佮融合客家、原住民语言等等，突破台语歌的刻板印象。这首《上赞》用轻松的曲调，加上一无同款的语言融合起来，是创作才子唐明良所做的。这套新的专辑第一波的主打歌，歌词也相当的趣味，结合了一流行的元素。伊希望这首歌会当为台语歌加入活力，成为新的潮流。Hello， 大家好，我是唐明良。这张专辑叫做《上赞》，里面有10首歌曲都是独立创作啦。上赞我即摆是讲写足侪歌的就是讲即摆的社会即摆一些正面能量的。鼓励振奋人心呢。今嘛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都是团结就是力量。凡事都是一样要团结，工作上也是一样啊公司也是一样。我写条上赞内底有原住民、客语，还有国台，拢有国台客拢有啦，个原住民语综合显现是族群融合啦。阿良这条歌，我希望讲，大家当讲继续甲传唱落。嘛希望咱的观众朋友大家甲阮支持一下，咱在地台南囡仔这个所创作的歌曲上赞专辑。现场也来了济支持伊的歌迷，早早就来到观众区等待，让唐明良相当感动。伊也将歌迷拢当作老宝贝，用正面的意义呼吁大家爱重视长者照顾的问题。另外，也有甲台湾首府大学合作的这首专辑当中。唯一的国语歌《我想飞》充满了少年的气氛。上赞专辑包含了济丰富多元化的元素，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唱片行来购买。
等新闻网找彩虹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长期关心非洲儿童的普贤教育基金会甲阿弥陀佛关怀协会举办自成2月联展，由艺人陈子强担任总召，邀集演艺界艺术家甲知名人士共同为活动创作，同时做义卖。这作品将展到明年1月2号，即马就带大家抢先来欣赏。标定各种无同画风的作品，拢是即摆由普贤教育基金会甲阿弥陀佛关怀协会举办的台湾爱飞扬自成画作联展。所有展出的画作，拢是由演艺界以及台湾艺术家甲各界知名人士亲手创作。活动现场，即寡非洲来的小朋友也展示武术以及歌曲表演，表达对台湾助养爸爸妈妈的感谢。车展人陈子强也到现场，甲大家同乐，也感谢所有人的协助，互画展第1摆伫台南举办得非常顺利。而假如慧理法师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家，他就像一个列车的车头。那我们希望与会大众一节一节的爱心车厢，能够运载着更多苦难的众生，从贫困忧愁的此岸，到达解脱智慧的彼岸。那么显得我们今天的这种慈善异化的联展格外的有意义，运用艺术来美化人生之坏，也用艺术来普度众生。今天看到大家可以为我们非洲小孩尽一份绵薄之力，希望我们未来可以艺花展可以继续办下去。如果不嫌弃，子强已经发愿要连续办10年，如同我们慧理法师，我们办这些活动，希望透过我们的油画色彩，丰富他们的未来的色彩人生。这个画作义卖会将全部的所得拢用伫非洲小朋友的生活以及教育上。画作每1百售价6000块，因为非洲小朋友一档的生活费拄好是6000块。画作将为今仔日开始展览，到明年1月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伙去欣赏这个集合众人爱心的画作，也当共同响应这个超越国际的活动，将爱送到非洲。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圣诞节就要来到，基美病院上午特别举办庆祝活动，包括魔术表演、DIY 圣诞娃娃，还有中医甲营养资讯等等。互看进的民众在享受圣诞节气氛的同时，也感受到病院的关怀。魔术师带来精彩的表演，吸引大家的眼光。而这只是基美病院圣诞活动的其中一个项目。院方这么精心的安排，就是希望在圣诞佳节的时阵，带给朋友甲家属温暖和快乐的氛围。在这种一个节庆的时候，我想病人的他的不舒服，可能看着别人欢乐的气氛，可能又更加深了这个感受。所以院方就在今天在门诊区这个地方办了一个活动。那我们有包括了中医的咨询，也有奉茶，然后也有这个圣诞娃娃的 DIY 然后还有一些营养的咨询哈。那这个是一个活动，那这样的活动希望能把这一些欢乐的气氛从家属散播给病人，那希望他们能够更快的能够解除他们的痛苦。
现场还有结合中医甲营养咨询，教导民众伫响应圣诞节美食的同时，要安怎食才会当食了健康，对身体无负担。另外，也有家己亲手制作个人风格的雪人娃娃，高水个趣味，互现场是充满圣诞节的过节气氛。但新闻站山何桥帮采访报道。为着要互民众感受台南的圣诞节气氛，国华友爱心胸款发展协会将伫12月24号举办采鸡活动，有统一接棒球员的签名、甲团演奏，而且店家也推出优惠活动。国华友爱街附近一带自从加入青年的创新元素以后，变了更加有活力，互这个区域变成身具文化共同存在的所在，也吸引真侪人潮。对此，国华友爱上环发展协会特别安排伫12月24号下晡举办圣诞采鸡游行活动，邀请民众做伙同乐。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很多的单位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崭新的局面去迎接新的一年。但是在就是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不会忘记台南是一个文化历史的古都，所以我们台南是有很多的文化气息在里面。那这次在国华友爱3街里面，他们希望能够在就是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一样维持就是一个文化的气息大家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老街的代表，包括我们的国华街、振兴街，还有新的萨卡利巴还有很多的街道都是在中西区里面。那当然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只是老一辈也好，新的一辈也好，他们都希望在里面找挖一些宝。伫12月24号下晡1点到5点的爵士乐演奏游行。将为萨卡利巴沿着国华街、永靖路、进行街，一直到浅草新天地。同时，还有统一这帮球员签名、钢铁人特典，以及联合将美店家推出的打卡送点心、限时限量特价，以及优惠券的发送。欢迎大小朋友做回来到热闹。台新闻站山何桥帮采访报道。屏东经济舞团有2位编舞家共同合作的新舞剧创作《九零7公里》，两人用无同款的方式、无同款的角度来呈现因对故乡屏东的印象。剧场内也结合浮空投影的设备，先带大家来欣赏精彩的片段。运用新的多媒体浮空投影设备，让舞者会当更加自由的表现，也让舞台充满了魔术神奇的气氛。这部种子舞团的新创作907公里数，演出的拢是有关着屏东的印象，无论是现代化的一面，也是传统淳朴的一面，拢要让观众会当欣赏会到。今年我们的舞团又融合跨科技的补助，那我想说，科技是一个非常能感的东西。那我在想，就是这些乡下的一些花农啊、猪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淳朴的东西。我在想，把科技跟这些影像结合在一起，放在就是这么正式的一个舞台里面，它会感觉像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很特别，就是真的进到剧场，我们真的看到才会知道，因为没有进到剧场，其实所有东西我们都是在猜测当中。那钟安老师的舞作呢，他其实探讨的是在乡下其实有非常多的劳工阶层，那也非常多的代工啊，然后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个像是加工厂的一些输送带或者是作业员的一些东西。那我在想，他其实是讲的是，就是当我们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就算我们其实只要的是一个乡下人，最重要，我们只要的是一个温饱。对，然后就算这种低下的阶层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劳累，就算你不想做，但这些机器，你的为了生活，你还是要推动着你的工作要持续下去。配合光影，加上舞台上的移动平台，结合侪元素，将屏东工业化以及庄卡天然的环境，透过剧场映做出来，让观众会当有更加靠近的感受。种子舞团将伫咧23、24两天，伫咧文化中心原生剧场演出，欢迎大家来欣赏。咱的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载是乌阴雾时节分，短暂阵雨天气，温度20度到25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12月21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